再来是仰图表达的题型，看图表达，在我们的电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然后我们要根据语音和文字的说明，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，音档会提示请回答。作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大家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这里的策略是要先观察图片，确定题目的要求，比如他要求你要讲几样，或者问你有什么感受。回答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的完整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们也可以去题目里面截取相关部分的讯息。我们来练习一下。也是公面内底的公告，就甲大家讲，两天无用做的事情，呈现讲清无用做呢条事情，请回答。我们试着从题目里面截取部分讯息来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是：你公面内底公告，就甲大家讲，唔会用。这是从题目里面截取部分信息，包含人、地。接下来看图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什么事。唔會用結20也要攞法。我們會一口氣回答。打公面內底公告，就甲大家講，唔會用結20也要攞法。嘛袂用講。打公面內底，大家唔會用結20也要攞法。接下來這題，根據一張可愛草的圖片，呈現說明一下，應該學用的哪條人先錯呢？請回答。我們試着從題目裡截取部分信息來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說：可愛草應該愛先用的垃圾人、有心的人、行同無理偏的人，也有參寫字的人。接下來這題，呈現講陽光顯陽錯的外頭係阿有，也係阿姨的甲圖寫字顯感覺樣子，請回答。題目問：你覺得怎麼樣？我們試着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信息來完整回答。記得哦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們的答案可以說：愛讓車當外頭阿有和阿姨兩隻困下圖寫字，愛感覺真好。